我们各地的莲友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哈，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呢，很坦白、很实在的跟各地的莲友来报告，我们这里有一位常住老法师了，叫做觉空法师，已经100岁高龄了。前几天刚好往生，他要往生西方的那样一个信心跟心意啊，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看了很敬佩他老人家。这从何说起呢？因为这个老法师啊，在我们道场出家之后，他曾经跟我私底下提到，他从小家庭就很困苦了，爸爸妈妈也没有给他受一个完整的教育了，所以基本上他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很辛苦的去外面打拼啊，赚一点生活费用，日子过得很艰难了。到最后，他看到人家当兵了，就说当兵做什么？有饭可以吃啊。他就发心了，去参与部队的生活了。结果蒋中正先生啊撤退到台湾来，他也跟着到台湾了。那时候举目无亲啊，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无亲无戚的，所以他的生活变成很孤单了。好不容易一直熬很长一段时间，他退伍了。退伍了以后，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因为他学识不好，没有认识几个字，要找工作也不是很方便。后来他碰上了师父了，跟我有缘了，他就要求说：“师父，我能不能出家修行了？”我说可以啊。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70来岁了，他有这个心要走这一条修行的道路呢。基本上我当然是非常欢迎他。虽然岁数有一点高啊，但是他的体力基本条件还是很好的。后来我们2个人呢，在道场里面最出众的工作呢，都是我们互相密切的配合。所以讲起来，这位老人家呢，对道场的贡献是非常大，值得我们很赞叹跟学习的地方。后来他到90多岁了，身体啊行动有点不方便，好像慢慢的在退化了，经常要看看医生啊。他从学佛开始到他往生呢，念阿弥陀经呢还可以啦，但是唱诵呢他没有办法跟不上，而且唱出来的音调呢也是跟道场没办法配合。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老实念佛，做人很实在，讲话很客气，很谦卑，从来都不冲撞别人，也不批评别人，不去讲别人的是非，就一句佛号念到底，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所以这位老法师啊，是让我们由衷的敬佩了。虽然我什么都不会，但是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人，只要你肯相信，愿意念佛，愿意到我极乐世界来，那我绝对不放弃你，永远要给你希望。所以这一次在还没有往生前几天，他住在医院里面，我们的莲友去看他了，看他喘气啊，有一点不大舒服了，他眼睛就闭起来，看起来这个情况好像就差不多的那种样子，快要往生了。我们的莲友在旁边嘛，就一直说：“老法师啊，你跟我一起念佛，跟我一起念佛。我们念佛呢，向佛菩萨加倍啊，佛光给你普照。希望你能够精神振作，疾病能够远离，身体能够健康，能够天福天寿。”他就在这个昏迷不醒的当下听到这些话呀，他还有一点神识，想不到他突然间眼睛张开，他听到这句话，他说：“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说：“你不要，那你要做什么？”“我要到西方啦，我一定要到西方啦，因为这是我师父特别交代的啊。他再三的叮嘱我，这辈子活在世间已经很苦了。”我们就一心一意求往西方净土，结果他牢牢的记在内心当中。所以呢，我们要给他回向，结果他不要了，他就一心要求往生。有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他的内心对阿弥
弥陀佛的信心是非常具足的，我们很高兴呐。结果不到2、3天嘛，他往生了。往生了之后就回来吧，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安排他的后事，所以我们很妥善的、很用心的、很真心诚意的对待这个老人家。在我们正国寺的西方堂嘛，一进来就开始帮他助念了。助念了24小时之后，藏医社来要帮他换衣服啊，就发现到说他的身体非常的柔软，穿衣服也非常的便利啊。这些在说明了佛老早就告诉我们，名号一出现，光明就普照，所以被光照到，身体才会柔软。这事实的证明呢，佛讲的话是不妄语啊，是真实不虚的。好了之后，师父每一天早课一结束了，我们就到他的灵前给他念佛回向。我都借用那个机会了，祈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力来接引我们觉空老法师，同时也提醒老法师呢，应该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他的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设。这个建设在哪里？要绝对相信，就算是忤逆十恶的这种对象，佛也照样救度你。更何况你本身是一个实实在在、规规矩矩的做人，从来不去造罪、不去造业。佛陀恶的人，他都救度他，更何况老法师呢？所以要有信心。第二个信心就是，你看。佛告诉我们，你念呢10念、3念、2念，就是你念1句佛号，或者是2句、3句，佛都永远不放弃你的。更何况我们老法师从出家之后，就按照我们道场的道风啊。要求的规矩啊，一天都要念佛，不停的念佛，没有间断的念佛。结果他建立这个念佛的信心，想不到啦，就在阳历的3月9号，我们所有的常住啊，大家集合在灵前帮他念佛，听师父开示完了之后，我们一撤退出来。那时候才早上6点钟左右，太阳还没出来，雾气蒙蒙的，云雾缭绕，那个环境特别好看。就在这个当下，佛光普照，证明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老人家了。我们满心的欢喜啊！所以佛讲的话从来不欺骗众生，就如同说一个清珠啊，放在那个浊水里面，很脏的水不得不清。你念佛投在这个乱心，你乱心不得不佛。一定会成佛，一定受到佛的救度。所以我们知道佛这么大慈大悲，无人不救，无人不度。只要你肯相信念佛，不管你念多念少，你的烦恼是厚还是薄，你的罪业是深还是浅还是重，佛都不嫌弃你的，永远不嫌弃你的。我们老法师没有受完整的教育，程度不高，唱诵的音调也不成韵了。这种情况下，他只有老实做人，老实念佛。结果想不到最后，他命中有出现这样子瑞相，让我们敬佩啊，感到五体投地啊。一方面感恩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二方面也因为老法师本身的信心非常的强烈，他没有一点减退啊，完全是强而有力。所以信心是往生的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念佛是往生的根本，信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奉劝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我们老法师年纪那么大的岁数，以前他行动不方便啊，我都帮他洗澡啊，我洗了好几次。他内心当中对师父非常的感恩啊。他老人家有时候头发理得乱七八糟，后来我都拿剃头刀慢慢的帮他修整，有这样一个因缘。所以老人家对师父讲的话都信到内心里面，他知道我要对他好嘛，所以他老人家很开心，我讲的话他都信到心坎里面了，多到内心最深处的地方，他都听进去了。所以我叫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相信，你一定有资格，你有条件可以往生。果然呢，看到这些瑞相出现，让我们实在太赞叹，太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的话真实不虚。今天就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大家简单介绍我们这一位觉空老法师往生的事迹啊，给我们大家建立一个最好的楷模，最好的典范。我们要谨记在心，只要你肯念佛，人
人都可以往生，只要你有信心，人人都有条件。我们非常感谢大家，阿弥陀佛。